台南地检署侦办台南市议会正副议长涉嫌贿选案，经过3个月调查，检方侦结认为正副议长曲丽丽加林志典等10个人涉嫌违反公职人员选拔法定案来起诉。对此，议会国民党团上午嘛召开记者会，呼吁民进党的主席赖清德应该以上悬的道德标准，要求正副议长来辞去职位。和台南市议会重新来改选，才会用符合民众的愿望。呼吁副总统赖清德，你是民进党的党主席，你应该要求邱丽丽、林志展辞去正副议长的职位。过去李前教议长贿选案还没有被起诉的时候，你就拒绝进入议会高达232天，你应该维持你的高道德标准。你是身为民进党的党主席，那也是未来可能是台湾的总统候选人。如果你不维持你的高道德标准，如果未来真的让你当选了，那我们台湾还有道德跟是非吗？我们希望在这一次既然已经做起诉了，那在这个起诉的部分，你邱丽丽跟林志展，你必须要辞掉你正副议长的职位，重新改选，这样才是赖清德你的期待青年执政，不是吗？那你的青年执政在哪里？你当时对李全教，你邱丽丽也好，你赖清德，你是在后面整个做操盘，然后你这一次不用操盘吗？你当了民进党的主席，你变成没有声音吗？嘉义议员蔡总校甲林彦竹嘛特别前往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台南庭来致钟。经过台南市议会正副议长当选无效，针对议会国民党团的记者会，民进党台南市党部会后嘛发稿来声明，认为伫个无做推定的原则下，人人拢应该被平等来对待。目前等待司法的审判，嘛毋望地方法院勿枉勿纵，赶紧来审理。证据到地就办到地，民进党绝对袂来徇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